係我啊！唉，嘟嘟交警，唔係啊，其實朱迪警員至啱啊！我咁啱查緊單案，有啲嘢想問下你啊。又點啊？抄牌妹雪糕筒唔見咗啊？唔係我偷噶。喂，蘿蔔妹，你會嘈醒我個 BB 噶？我仲要做嘢啊！呢件事好緊要噶，我諗你要暫時將你嗰10蚊8蚊生意仔放埋一邊啊！我每月最少可以賺200蚊啊，白兔仔。從12歲開始搵食，1年365日啊！你計下，時間就係金錢，唔該借咩啊？唔該，你睇咗張相先啦。你曾經賣過雪條俾賴先生係唔係？你認唔認得佢？冇，我唔識得嘅人。我仲知道附近有間超市仔，燒咗隻毛絨兔。你應該去嗰度。好，有敬酒都唔飲係嘛？你所在部 BB 車？阿力先生，我而家要拘捕你。理由呢？踩親你條尾啊！係嚴重逃稅啊！係啊，你每日賺200蚊，一年有365日。你12歲開始搵食，搵咗20年，即係乘20啦。保守估計都有成146萬咁上下，係咪？你知啦，我只不過係一隻蠢兔仔。不過小數怕長計，我睇翻你之前填嗰份報稅表，你話你嘅收入係0啊！陰公咯，喺政府文件填報虛假資料係屬於嚴重嘅罪行嚟噶，起碼都要坐5年啦。吓？家陣你話晒事噶？我每月最少可以賺200蚊啊，白兔仔。從12歲開始搵食，1年3。其實係你話係就係至啱，所以有呢一支錄音筆，你就幫我搵翻呢隻失蹤嘅水賊啦。如果唔係，你就跌埋心水喺監獄嘅 canteen 度賣雪條啊！願者上吊車呢啲嘢，佢陰唔到你啊！佢裝咗你入靚啊！你要幫差佬做嘢，帶翻個章先啦！祝你哋合作愉快！喂，講嘢啦！我唔知道佢喺邊，淨係知道嗰邊。掂啊，咁行啦！嗰個地方唔多啱可愛嘅兔仔去噶。唔好話我可愛啊！快啲上車！好嘅，你話事啦。